现代台语版圣经但以理书第4章。尼布甲尼撒王对全国人民，无论因属倒一个民族、倒一个邦国，讲倒一款语言，甲因祝福，愿恁平安富足。我乐意将至高上帝对我所做的神迹奇事甲恁讲。伊的神迹非常伟大，伊的奇事真有气力，伊的国度永远存在，伊的统治线到万代。我尼布甲尼撒平安住伫我的厝，伫王宫享受荣华富贵。我做一个梦，互我真惊吓。我伫眠床顶的幻想，甲头壳内的异象，互我感觉真恐怖。我有调集巴比伦所有智慧的人，拢来我遮，因甲我解梦。遮的术士、行法术的、星象家、占卜的、正经，我当面将迄个梦甲因讲，毋过因拢袂晓甲我解说迄个梦的意思。最后，我照我的神明的名，甲伊号做必提沙撒的但以理来我遮。伊有至圣神明的神伫伊的内面。我将梦甲伊讲，管理有智慧的人的必提沙撒，我知你内面有至圣神明的神，无一项恶弊会当甲你为难。但请你将我伫眠梦中看到的异象，甲我解说。我伫困的时，看到的异象是安尼：我看到大地的中央出现一丛非常大丛的树，迄丛树愈大丛愈粗养，悬甲拄天，天边海角拢看袂到。伊枝叶茂盛，果子真济，济甲有够通做所有动物的食物。田野的走兽来伊的树影歇困，白鸟来歇伫伊的树尾，所有的生物拢对即丛树得到食物。我倒伫眠床，还伫看即个异象的时，看到一位圣的守望者对天落来，伊大声喊讲，将迄丛树抄起来，甲树尾斩断，甲树叶摇互落了，甲果子赢hiện杀，甲走兽赶离开树骹，互白鸟袂当过来歇伫树枝。毋过，着甲树头留伫地呢，用铁甲铜的链仔甲伊捆伫野外青草的中间，着甲即个人放伫野外，互露水冻，互伊甲野外的走兽共款食青草，互伊的心改变做野兽的心，安尼经过7年久。这是迄几个守望者宣布的裁决，是遮个圣者宣布的决定，要互世间人拢知，至高者在掌管即世间的国家。伊要将国赐互什么人，就互迄个人。伊会当选入世间上卑微的人治理国家。尼布甲尼撒王阁讲，这是我做的梦，必提沙撒，请甲我解说即个梦的意思。我的国家所有智慧的人，只有你会当甲我解梦，因为你内面有至圣神明的神。迄阵叫做必提沙撒的但以理，硬一时仔久，伊想到的代志，互伊真恐慌。王甲伊讲，必提沙撒，你毋免因为迄个梦甲伊的意思心艰苦。
彼个沙沙应王讲：皇上，愿这个梦实现伫愿问你的人，应验伫你的对得。你看到迄丛大樟树，伊愈来愈大丛，愈养悬甲拄天，对天边海角拢袂当看到。其叶茂盛，果子真济，济甲有够通互所有的动物做食物。田野的走兽拢来歇伫伊的远，白鸟拢来歇伫伊的基。皇上，迄丛愈来愈大丛、愈养的大樟树就是你。你已经大搁强，你的权力已经称到天，你统治的范围已经达到地的尽头。皇上，你所看到对天落来迄个神圣的守望者，伊有讲，甲迄丛树撮起来，甲伊毁掉，简单着甲树头留伫地面，用铁甲铜的链仔甲伊捆踮野外青草的中间，着甲这个人放伫野外雨露水冻，互伊甲野外的走兽共款食青草，安尼经过7年久。皇上，这个梦会发生伫我的主、我的王身上，是出自至高者的决定。你会受赶离开人群，去甲野外的走兽做伙住，亲像牛食草、雨露水冻，安尼经过7年久。直到你承认至高者在掌管世间的国家，伊要将国赐互什么人，就互迄个人。关系树头着留地的命令，是要等你承认天地掌管全世界，到迄时，你的国就会搁交互你。皇上，求你接受我的苦劝，着秉公行义，离开你的罪，慈悲对待善请人，脱离你的歹所行，安尼你就会久长繁荣。这个事拢伫尼布甲尼撒王身上实现。1年后有一日，伊伫巴比伦王宫的厝顶伫散步。伊讲：这个大巴比伦的京城，检是我用我伟大的才能建造的，为当彰显我的荣光。话讲还袂了，就有一个声对天传出来，讲：尼布甲尼撒王，我甲你讲，你袂当搁做王啦！你要互人赶离开人群，去甲野外的走兽做伙住，亲像牛食草，安尼经过7年久。直到你承认至高者在掌管世间的国，伊要将国赐互什么人，就互迄个人。这个事随时伫尼布甲尼撒身上实现。伊受赶离开人群，亲像牛食草，雨露水冻。伊的头毛长甲亲像鹰鸟的毛，指甲发甲亲像鹰鸟的鸟。7年到啦，我尼布甲尼撒夜头暗天，我的精神恢复正常，就称赞至高者。阿拉这位尊荣永远存在的上帝，伊的统治永远存在，伊的国续到万代。对伊来看，世间人拢是空虚，伫天顶万军甲地上子民中间，伊照伊的旨意做代志，无人会当阻挡伊，还是质问伊：你伫创啥？迄时，我的精神恢复，我的尊严甲荣光嘛恢复，我的国搁再昌盛。参谋甲人神搁来拥护我重建我的国，得到比以前搁较大的权柄。
但我尼布甲尼撒要称赞、尊重，将荣光归乎天顶的王，因为伊的所做拢是信实，伊的道路正直，行为骄傲的，伊甲因降做卑微。